見到紅燈你會點啊？即刻停咯，你個腦都唔使諗，你個身體已經執行咗啦。如果你做品牌做到呢種境界，恭喜你，你已經有吸銀紙嘅權力㗎啦。好多人以為做 branding 就係畫靚個 logo 或者賣一抽廣告，錯晒。做品牌唔係設計，係符號學，即係乜嘢？就係用符號引發你嘅條件反射。舉個例啊，睇 Apple 你會諗起創新，諗起 iPhone；睇米老鼠你會諗起開心，迪士尼諗住去玩；喺李嘉誠你諗起首富，百佳李氏力場，甚至你會記得聽朝要準時返工。見到未？一個符號啊，就已經可以控制你嘅大腦、情緒、行動都搞掂埋。呢種就係叫做超級符號啦。咁點樣練成？分享4招俾你。第一，視覺暴力 ，logo 又好，圖案又好，顏色都可以，就好似 Tiffany Blue 咁樣，係女士見到都覺得矜貴，想要。第二，聽覺催眠 ，slogan、音樂，甚至語氣都得，好似譚仔姐姐嘅口音咁樣，你會記得佢，甚至嗌多碟土匪雞翼。第三，人，代言人、創辦人、吉祥物，人設就係最強嘅符號啦。第四，獨特嘅產品，好似可口可樂樽嘅樽身咁樣，你摸黑你都會認到佢。各位老闆唔想再鬥平，想人記得住你個品牌，你就要學識建立一套屬於自己嘅超級符號系統，令到消費者唔使用個腦，直接攞個銀包出嚟俾你。呢種就係最高級、最有效嘅 branding。我係 Kenzie，關注我，下集分享更多品牌煉金術。